歡迎返嚟獨裁，令你有錢嘅地方。呢段時間美股持續破新高，可能你都忍唔住想要追高，但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忽略咗而家最大嘅幾個風險，就有機會掛喺幾年上面嘅最高點。所以今日就希望同你探討一下，到底當下最大嘅美股風險係啲乜，同埋你點樣可以做好準備。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有用嘅話，都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一聲。第一個最大嘅風險就係高估值難以持續嘅風險。呢樣嘢講緊嘅就係，其實絕大部分嘅一啲高成長科技股當下都用咗一個極之高嘅成長率去計算佢嘅估值。所以就算你見到好似睇落 forward PE 唔係好過分，因為佢一年成長到40至60% 都好，都唔等於喺未來嗰2-3年入面，嗰一啲公司依然可以持續不斷咁維持每季成長40至60% 嘅。所以當大部分嘅一啲公司用咗一個極樂觀嘅預期、極高嘅成長率去計算估值，然之後催眠自己，只要佢未來可以維持高增長，就可以合理化呢一個咁高嘅估值水準嘅話呢，咁呢個絕對係自欺欺人嘅，因為喺歷史上面從來唔存在住任何公司可以無限不斷咁維持一個極恐怖嘅成長率，而且中間完全唔受任何經濟周期所波動嘅。所以只要未來有任何公司嘅財報顯示佢唔可以持續維持一個極高嘅成長率嘅話，咁你就會見到呢一批公司嘅估值遭到一個極之大嘅壓縮，咁可能講緊跌4至8成都唔出奇嘅。咁而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大部分 AI 相關嘅公司都有非常之大嘅資本開支。咁其實一路都會講一個問題，就係如果間公司嘅現金流好穩定，業務好穩定，有足夠嘅錢去燒嘅話呢，其實高資本支出並唔係一個長線嘅問題，但係喺中短期，即係講緊3年以內嚟睇呢，佢就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問題。原因呢係因為如果一間公司俾咗1-2千億出去，但係喺3年之內呢都完全睇唔到有任何可能去回本嘅話呢，市場就必須要認真咁去審視到底嗰一筆資本開支係咪一個理性嘅開支，係咪真係可以喺未來為公司持續帶嚟更大嘅收入。而更加重要嘅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佢喺幾年之內回唔到本，但係未來經濟又開始步入衰退、步入滯脹嘅話，咁大部分公司嘅現金流呢就會開始應付唔到一個越嚟越大、不斷膨脹嘅開支，最後呢就面臨一個非常之顯著嘅下殺。咁而第三個風險就係，其實你會留意到而家成個美國經濟都處喺一個唔係太理想嘅環境，講緊嘅就係消費者信心下跌緊，勞動力市場走弱緊，失業率依然維持喺4點幾%嘅水準，然之後通脹 CPI 近期反彈翻去3.8%，其實通通都話緊俾你聽，其實經濟走弱緊，通脹反彈緊，未來更加難減息，更加難帶動更多嘅流動性去進入股市，維持一個咁高嘅估值。所以如果你選擇喺一個經濟大機會下行、滯脹大可能發生，而且未來流動性減少嘅環境底下，依然去追高一啲用咗極樂觀預期去計算估值嘅成長股嘅話，咁你就有機會要面對一個潛在6成以上嘅波動，咁係非常之不智嘅。咁所以呢3樣嘢就係當下市場我哋必須要理解嘅一個最核心嘅問題，就係高成長難以維持，資本開支嘅問題終需要被審視，同埋如果美國經濟步入滯脹嘅話基本上所有股票都會遭到嚴重嘅拋售，然之後令到股市大跌。咁當我哋認知到呢3個問題、呢3個風險存在嘅話，你可以做啲乜嘢理性嘅操作呢？第一，最低限度要減倉40% 或者50% 嘅一啲高估值嘅優質股。講緊嘅就係，如果本身你持有緊一啲估值過高嘅一啲科技巨頭、估值過高嘅一啲優質科技股嘅話，即係講緊賺到錢嘅科技股嘅話，咁你可以考慮減倉一部分，令到你未來有更多嘅現金去佈局。第二就係你減倉咗嘅現金可以考慮轉去做一啲美國短期國債，或者轉去做一啲低估值嘅優質傳統股，因為呢兩樣嘢都係一啲喺熊市崩盤發生嘅時候，資金會轉去防守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你持有越多類近嘅資產，就表示你未來要面對嘅風險將會越細，波動亦都會越少。第三，如果你見到市場上面有一啲好多人熱捧嘅公司，你唔明嘅公司，或者唔賺錢嗰啲公司嘅話，咁其實你都係應該避開佢嘅。而如果你手頭上面係持有緊任何呢啲你根本唔理解或者唔賺錢嘅公司嘅話，你係應該馬上清倉晒佢，抌晒佢，就唔需要話未來如果再升多3000點咁咪賺少咗。因為呢啲錢就算你憑運氣賺到未來終究都係會喺熊市嘅時候憑實力輸翻出去，所以你係完全冇任何必要去賺呢啲本身唔屬於你嘅錢。咁第四就係如果你對波動係非常之敏感，即係講緊如果
你唔可以接受你持倉有40%或以上嘅波動嘅話，咁好可能呢，你就要考慮加大你持倉入面美國短期國債嘅一啲佔比，因為如果你美國短期國債嘅佔比越高嘅話，咁你未來要面對嘅波動就會越細，基本上就等於呢一啲比較高息嘅一啲現金唔會有啲咩好大嘅價格波動。咁而講完上面嗰4樣嘢之後，可能你都會諗，如果你係一個投資指數 ETF 嘅人，咁你應該點去操作呢？咁啊最簡單嘅，如果你投資指數 ETF 嘅話，基本上你只要持續不斷咁投入，唔使賣，然之後崩盤，即係講緊如果你發覺指數距離最高點跌多過30% 嘅話，就可能雙倍投入，甚至乎3倍投入，直至到佢收復翻去呢30% 以內嘅跌幅，咁就正常投入呢。咁我相信你最後會喺5至10年之後得到一個極之可觀嘅回報嘅。咁希望呢今日講嘅會令你理解到而家嘅風險係啲乜，亦都會幫到你避開未來最嚴重嘅損失。咁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用嘅話，都可以考慮加入阿 Sam 嘅 Patreon 長線投資俱樂部。咁我每個禮拜日都會分享市場嘅觀點、分析受低估嘅機會，我認為可以令到你長線投資變得更加好。咁我哋下次再讀財同你講下錢嘅問題。拜拜。